我们继续把它的明暗这些东西呢，慢慢的给它带出来。现在呢，你可以拿一支硬性的炭笔，把它塑造一下，然后这边重的一些颜色。然后这边过渡一下，拿个纸巾揉一下，它这里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它方的，它是圆的。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大家看一下这个区域这一块面它方掉了，然后你还要给它走个小面，让它圆润一点点，方中带圆，让它圆润一点点。然后呢，拿个橡皮把这个边线这些形给它切一下。我们不能把哥哥的脸画的太凸了，是不是？把这形给它细化一下，这形给它细化一下，脸上圆润，脸上圆润。OK， 我们过来把这一块的重色到这里就偏重了吧，眼睛到这里就偏重了。下来这边把这个重色压一压。嘴角的这些重色，下巴的这些重色，这一块的压过来，这边压下来。好的，这底下是重色，这底下是重色，重色稍微压一下，重色稍微压一下，拿个中性的炭笔，脖子这一块。好的，我们把脖子这一块的颜色再压一压，重色这地方再带一带，拿着纸巾再揉一揉，先把这块的颜色统一好。给它统一好，这个地方还比较干，我们慢慢的把它效果做出来，大家可以看好了，大家可以看好了。好，这边你用纸巾揉的话呢，就能把那个虚实关系给它控制的很好。大家看一下，我用纸巾揉不是乱揉的，不是乱搞的。OK， 现在我要把它的淡灰面给它整上去，拿个硬炭笔，把脸上这一块我要给它整上去。我还是先把头发这一块给它整上去吧。头发脸上这一块，大家看一下，脸上这一块呢是比较难画的一块，大家可以看清楚了。首先要理解整个脸型，这边是偏重的。它有个转折的，整个这一边和这边，右边和左边的脸，它是有个转折的。好的，这脸上的这个地方呢，你就要拿出你对结构的理解来了。脸上这个地方就是这里的高光流出来，这个地方是高光。现在这个地方啊，就要拿出你的专业实力来了。脸上这个东西它是有块面的，最亮的地方是这个地方，其他地方都要走个淡灰面。但是这个淡灰面呢，它也是有轻重变化的。脸上的这些明暗的起伏啊，它都跟结构有关系，跟它的肌肉结构有关系。大家看一下，这里下来有骨骼的，它是刚开始我跟大家讲过吧，最亮的地方就是这几块地方，这块地方、这块地方，还有这个高光的小地方是最亮的地方。沒有花，這剎那被破壞嗎？無野火都會溫暖嗎？無煙花一起慶祝好嗎？若愛戀仿似戲劇那樣假，如佈景一切都美化，連相擁都參照主角嗎？你說我未能定時，明明每天歡笑一次，我會說出一句美麗台詞，是你心中一種缺陷定義，流進了眼角裏的刺。為何不浪漫亦是罪名？為何不轟烈是件壞事情？從來未察覺我每個動作，沒有聲都有愛你的鐵證。為何苦不浪漫亦是罪名？為何總等待着特別事情？從來未察覺我語氣動聽，在我呼吸聲早已說明，什麼都會用一生保證。沒有花，這剎那被破壞嗎？無野火都會溫暖嗎？無煙花一起慶祝好嗎？若愛戀仿似戲劇那樣假，如佈景一切都美化，連相擁都參照主角嗎？你說我未能定時，明明每天歡笑一次，我沒說出一句美麗台詞，是你心中一種缺陷定義，流進了眼角裏的刺。為何不浪漫亦是罪名？為何不轟烈是件壞事情？從來未察覺我每個動作，沒有
有聲都有愛你的鐵證，為何苦不浪漫亦是罪名？為何總等待着特別事情？從來未察覺我語氣動聽，在我呼吸聲早已說明，什麼都會用一生保證。為何不浪漫亦是罪名？為何不轟烈是件壞事情？從來未察覺我每個動作，沒有聲都有愛你的鐵證。為何苦不浪漫亦是罪名？為何總等待着特別事情？從來未察覺我語氣動聽，在我呼吸聲早已說明，什麼都會用一生保證。